后来乡亲也知，全世界拢咧看这位极限的爬岩马的专家艾利克斯，无任何安全的设备，是空手护鞋，用91分钟爬起离台北101，写下着传奇。早起一透早，伊坐无人机飞转去美国咯，包括这个饭店的4颗练凳，包括机场等等，拢有济民众去甲送机。艾利克斯嘛甲大家分享这届爬101上困难的所在。来到机场，民众拢希望甲 Alex 翕相，即马 Alex 为北桥请到南桥，人气抢滚。亲切对镜头微妙笑，要翕相握手当然无问题。今日透早，伊坐飞轮机登去美国，除了机场，才冇被奖，但伊真久啊。就伸出手来跟我握手，结果那个触感就是很温暖又有点粗粗的，所以我能够理解他昨天的速度为什么可以这么的轻巧。牵在我的粉带上面这边，因为我有在攀岩，有共同的语言，就知道完成一项多么不可思议的壮举。当 Alex 那地图人用双手扛起哩台北101，那创下纪录对伊来讲嘛是愿望。You know, for me, I mean, a tower like this is so incredible. Like literally from anywhere in the city, you look up and you're like, that looks amazing. And you know, particularly as a climate objective, something I've never done before, something that's challenging for me in the right way. I was like, this is incredible. 关都市挑战上困难的是中学生。Alex 伫咧专访时讲到，这一摆难度上关的是，一摆搁一摆做同款的动作，嘛袂使有失角擦，成功写下历史。Alex 嘛介欢喜，在无人机进前，伊伫咧网络顶铺文，搁放徛点伫咧101厝尾顶的相片，讲唔敢相信被指一抓，嘛感谢团队小天，可以完成美梦。 Obviously, I get interview questions about it all the time. Oh, would you like to do that? And you're like, yes, for sure. 不过回头看伊人生代表作品，被首长岩101的难度，确实无讲真悬，更近壁倒，互伊有稳定之点。不过无论是首长岩，或者是台北101，对 Alex 来讲拢是极限挑战。嘛，搁一摆证明讲有心拍铁，铁心针，有心做任何代志，要成功拢有机会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